今仔日咱西亚是要食啥？食迄个鹦鹉肉，我看要食。嘿，鹦鹉肉，哇，这是遮大块哦！对，啊个迄个鸭肉，个迄个猪心，这鸡肉，鸡肉、嘿啊个这个猪心，猪心，嘿，这澎湃哦！哦，为着要互西亚食了健康，无共款的肉，油液拢会做无共款的处理。当是要准备因的食物，就要开点外钟，真正是无简单呢。差不多3要食饭啊，咱即马摕物件好食。好。哦，开啊呢，伊先钱钱的，伊会先煎迄个沸水，嘿，伊先钱会水呢。哦，你啥要声？迄个二哥咧叫的声，你叫啥？嗯，哦，那这大声？这大声。你这是哪会有这种声哈？哇，听起来足恐怖的。因为小心你来有无？二哥会叫，啊伊就同齐都会叫。哦，这声足大声的，那迄重低喇叭共款，砰砰砰安尼。我拄啊接即区的时阵，嘿，伊的声音，互我半暝在困的时阵，那家人惊醒。